每一天，我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6，申命记28章20安尼讲：恁若听从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话，这的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恁。三甲来祈祷，互福气丰丰富富临到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丰盛活命的供应者，你是阮拄着危险攻击的保护者，你是阮面对困境患难的扶持者，你是阮经历忧伤啼哭的安慰者，主啊！你是引带阮行义的路的真活上帝，我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阮的生命，因为有你，才通丰盛。阮的道路，因为有你的引带，才通平安。主啊，阮无人通靠家己来骄傲，也无人通靠家己来自夸。阮只有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来遵趁你的心意来行，因为阮若听从你的话，就这的福气要丰丰富富临到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